馬神飛虎失手，嘉欣爆缸狂吼。哎呀，嗰場戲咁危險㗎！今日拍我哋呢、殺科嘅場口，咁就阿定欣就係奸嘅，佢係報仇嘅，咁啊捉咗我，叫咗我上去大約迷金剛，跟住終於就嚟救我啦。其實一做任何嘅危險動作都會有啲要 alert 啲，同埋都會有啲驚嘅，因為意外嘅嘢永遠你都唔敢。咁唯有自己都係小心啲，同埋自己要衡量自己應唔應付到咯。但尋日就偏偏唔係你小心就冇事咯。阿周，你睇唔睇到地下咁啊？喂，爆炸過你小心啊！因為佢重心佢爆嗰下，突然間自然反應重心傾斜。好在馬神機警，將嘉欣 BB 成個人拋起，先冇砸親咋。首先同佢道歉先，係啊，一定要同佢道歉啦，同佢受傷，希望佢冇嘢。咁你自己有冇事啊？其實呢啲少少損傷正常。一條褲跌穿，差唔多開槍打中嘅意外。之後佢哋唞咗20分鐘到，又再開工啦。痛唔痛啊？其實我所以唔想答問題啦。頂得住啊嘛！都話我唔識佢都唔答。收工齊齊去睇醫生，好彩都冇大礙。